后来拢希望风调雨顺，但是风不调雨不顺，为难着看天食饭的农民咯。这个嘉南地区欠水淡化，每年一期的稻作收经7.9万公顷，但是宜兰地区的地农却因为雨水过头多咯，伤到地树的幼芽，这个地农损失3、4成的采收量。倒烧水泡一锅茶，虽会当止喙干，品质好的茶米啉落去芳阁清甜。不过，宜兰种茶米所在，却因为最近一直落大雨，互茶米收过老，根本无法度办。采收期它算到大概11月中要采收，就没想到雨水淋过多之后，它整个茶树都变成颜色都褐化，应该变成那种老化，然后变深绿色，然后甚至它的枝条都木质化。茶米树为修剪到采收爱40天的时间，慢进前嘛袂当有雨水影响。宜兰落大雨，互茶米树剥新的硬出来。本来应该青片片的茶米园，因为茶米老化，色水变深，互茶米农拢真无奈。茶又长不出来。是这几年有发生过这样？没有10几年没有发生。今年如果整体这样讲情况来讲，不管是过劳或者是嫩芽迟缓的关系，都会让我们大概损失到3成左右的一个3成到4成左右的采收量。宜兰大雨真正落袂停，累积到今仔日透早，宜兰是全台湾劣质雨量上济县市，气象局嘛发布大雨特报，未来1礼拜宜兰落雨几率拢悬要5成以上。地农讲希望这个只莫阁落雨啊，互地米好好生长。